伫咧去年底，高雄的凤山国中有老师伫交通道路工课时阵去互车撞到，引起社会关注。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初10开记者会，因主张讲，老师的主要任务是照顾校园内面的学生，即校园外口的交通道路应该交予有专业训练的机构人员甲职工等等来执行。 去年底，高雄凤山国中一个老师伫执行交通道路工课时，互装红灯的轿车拢甲分别，引起社会关注老师负担道路工课的议题。全高中初10开记者会表示，道路工课无应该交予老师来执行。不过，根据因对全国960间国中国小的调查，有9成学校道路工课是交予老师来做，甚至有3成6个学校学生嘛有参与。我记得在跟部长这边对谈的过程当中，部长认为说应该都没有学生来担任交通保护，但是事实上我们调查出来的一个数据，有高达3成6的一个学生仍然需要负责。学校老师每天站路口，最经常遇到的就是被驾驶人怒骂，或者是差一点碰撞这种险象环生的情形呢，其实是经常的在校园周边上演。全国总认为，老师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照顾校园内底的学生，校外的道路工课应该交予机构人员来做，而且校园周边的道路嘛应该全面调查，设置相关的安全措施。透过这些的一个措施的一个改善，还需要人力的部分，应该是由义交或者是 由中央跟地方政府共同负担，聘请志工、义交等等的一个方式，然后要经过一定的一个相当的一个训练之后，那给予相当的一个保障，安置这样的一个人力。全国总认为，老师若是要参加道路工课，应该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受训练的职工团队。经记者的诉求，教育部伫记者接稿进前并无提出回应。道路征期已经20单挂，全国总要求教育部甲相关的单位莫阁杀责任。记者高根调随台北报道。